那其实目前可以谈一下目前的一个备战状况，就是准备还有一些训练，大概是朝什么样一个方向来进行？就目前最近的比赛的话是10月的全运会，所以现在是积极备战，是10月的比赛这样。那准备的什么样的？准备其实因为我的训练其实除了中间有一段疫情比较严重，那时候没有办法训练，那其实后来解封后，就是其实一直就是马上就回归了以往的训练，所以其实现在的训练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技术，我现在是比较想要加强的。有看这次的奥运？有，就是我当然有看，就是台湾的选手，但也有看击剑项目。击剑项目其实真的很精彩，就是像这次有个男盾，然后他那个男盾选手是香港的，那他们的教练其实是以前我们的教练，对，然后他就拿了香港的第1名击剑金牌，对啊，那真的很精彩。自己应该特别有感触吧，特别是自己认识，就觉得很感动，而且因为他们其实之前也都会来左训跟我们做交流，对啊，然后就那个感触真的就是觉得很离我们很近嘛，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大家其实都有机会。这次韩国选手发挥，你觉得？韩国吗？对，韩国选手女生盾剑的话就是1个，男生也是1个，就是还好，就是没有是特别突出，当然，但我觉得能去奥运都值得鼓励。自己会不会有点心痒痒？会啊，其实看了就觉得说很想要自己也能够站上那个舞台。对啊，就有点可惜嘛。对啊，就是还是梦想啊，就是下一次喽。所以应该接下来一个比较长的计划，应该还是看亚运嘛。对啊，亚运的话就是明年的。对。资格赛大概什么时候？你说亚运吗？对，亚运的话应该是看明年的亚洲杯。那亚洲杯的话，通常会在3月，但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，所以国际赛的时间都还没有明确。对。就我刚刚问冠宏，他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，这疫情之后，你们比赛频率其实变得很混乱，而且算比较密集嘛。那自己要怎么去调配这方面的东西？是因为其实他们可能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一点比赛，但其实击剑国际赛几乎都停止了，所以其实我已经在奥运资格赛之前，其实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国际赛。那我觉得自己比较困难的是，如何在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赛的状况下，你一上场后你是准备好参加国际赛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因为你打国内选手跟国际上的选手其实是落差蛮多的。那我觉得是如何调整那个心态，跟马上可以在场上的应变能力。那你自己有找到一个维持你自己比赛节奏或者是状态的方法吗？我觉得训练的话，我就是尽量就是努力都有在维持。那我觉得像心灵上的话，就是可能就是要从像我会看一些影片，或者是平常生活一些小事，就是自己要调试这样。那全运会当然是说，毕竟就是国内比赛，但是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目标，说可能这个算是你再回去国际的一个国际赛一个踏板，就是说让自己状态可以维持住，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要达成的东西？有，就是像我希望可以团体跟个人都金牌，因为其实我还没有就是团体跟个人都金牌过，对。OK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这样。目前就是朝这个小目标。对。